主后2024年12月初9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生命的记号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罗马书第3章第1节到第8节。安尼讲，做犹太人有甚物优点，甲你有甚物利益？伫逐方面拢有真侪好处。第一，上帝有将伊的话交托因，因中间若有人无信息，因的无信息减会互上帝的信息变做无效，绝对袂，甚至所有的人拢白贼，上帝也一定是真实。照圣经所记载，你责备的时显出公义，你受控告的时为胜诉。不过，咱的不义若袂当显明上帝的义，咱会当讲甚物？我照人的想法讲，上帝对咱受气是不义是无？绝对毋是。若是，上帝哪会当审判世间？我的父家若袂当互上帝真实搁较明显，互伊搁较有荣光，我哪要互伊宣判做罪人？安尼若毋讲，咱来做歹，互好事实现。确实有人安尼讲来甲我中伤，因应该受定罪。生命的记号，伫我牧养的生涯中，捌为袂少的兄弟姊妹施洗，有的受洗了后，热心追求真道，用心学习过基督徒的生活。有的却无搁再持续追求真理，甚至掠做受洗是摕到天国的门票，就无搁再去到教会。这互身为牧者的我真灰心，一度掠做家己伫培育基要真理的教导顶面无够用心，才会安尼。我期待人受洗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，愿意成做教会的肢体。总是有一寡人受洗，单单是为着要会当登录踮伫教会的名册，将来有需要就通顺理成章找求教会的协助。一个较无耶稣基督受洗的人，内在生命会受转化，欢喜学习主的样式，阁会当结出圣神的果子，互人对伊的言行就发现美好的生命见证，安尼受洗就价值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，保罗特别提问，安尼讲，做犹太人有甚物优点，甲你有甚物利益？保罗哪像无认为遵守犹太人的甲你和律的典章比较有价值，反正是甲甲你的意义提升。希望人伫信主了后，会当甲信仰的意义画出来。那安尼，上帝为甚物要拣选犹太人做选民呢？犹太人和外邦人究竟有甚物无同？就亲像咱这个互主拣选的基督徒，和一般人有啥物无同呢？犹太人的甲你有甚物意义呢？保罗认为，犹太人固然有上帝子民的身份，但是这身份毋是为着享受特权，反倒是一种的责任，就是要伫生活中行出上帝的公义和美善。当人接受洗礼，就表示愿意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成做教会的一份子。基督徒这个身份，毋是为着炫耀得救的特权，是爱奉主的名见证圣经真理，这才是受洗的意义。人若明白圣经和基督信仰的意义，生命就会彻底互圣神转化更新，活出来的生命就无搁再是家己的生命，受耶稣基督同在的生命。今仔日这段的经文也有一点值得注意。上帝把伊的信息交托互犹太人，这人受交托重任，表示伊
伊是值得信任的人，这是一种荣幸和荣耀。就亲像伫一个班级内面，老师知影倒一位学生值得信任，才会甲重要的任务交托予伊。上帝甲伊的信息交托予犹太人，表示上帝看重因。但上帝也甲伊的福音信息交托予基督徒，这是何等大的荣幸！托付是一种的责任，受托付的人就应该负起责任。保罗针对家的提问，毋是要甲礼仪等迄杀，反倒当是爱人活出耶稣基督的性命。伫这抬杠节的时刻，咱安怎活出这个生命的记号呢？咱做伙来默想。假使我毋是一个有口才的人，要安怎实践主耶稣吩咐的大使命？我着安怎实践主交托予我的使命呢？假使我毋是一个有口才的人，要安怎实践主耶稣吩咐的大使命？我着安怎实践主交托予我的使命呢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感谢你，予主耶稣来到世间，成做人的样式来到阮中间。主耶稣用性命疼世间人。当我看到一个普通的马座的时，迄就是一个疼的记号。愿我的性命会当成做美善的记号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